Just Can 即日廣播第3集，最尾會有我自己網上睇小說嘅經驗分享。唔知道你有冇喺網上睇小說呢？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L1 領銜主講黑犬風譯作品現代恐怖短篇。我搬咗去新屋，但係做漏咗一件事。第2集現在開始。我感受到自己心跳加速。門外嚟嘅到底係咩不速之客呢？我毫無頭緒。直到我望向防盜眼，我先望到出面，原來係樓下嘅保安員。我打開門，佢有啲唔好意思咁同我講話，我俾人投訴。樓下有租客投訴你，鬼鬼祟祟喺下層嗰度行嚟行去。不過其實嗰個租客本身都奇奇怪怪嘅，好中意投訴人，所以我都係循例過嚟話聲你知，你最好都係唔好得罪佢啦。你講嘅係邊個啊？我聽到係樓下投訴我就好自然諗翻起尋晚發生嘅事。會唔會就係喺我屋企外面監視住我嗰個人惡人先告狀呢？樓下4號室咯，其實一家3口嚟嘅，不過父母都70幾歲，個怪人就係個仔咯。40歲人都係靠阿爸阿媽養，次次佢經過我都聞到酸臭味嘅，睇落去個人成個乞衣咁，有啲神經質。最煩嘅係佢成日打電話嚟投訴附近啲鄰居，有時又會坐喺大堂望住唔同租客，好多人都投訴過佢噶啦，整一麻煩友，所以你都係唔好惹佢啦。個保安員好晦氣咁講完就走咗啦。聽完呢件事之後，我第一時間就去門口外面裝翻嗰個針孔攝錄機對住個門口，有咩事都起碼有圖有真相啊嘛。我本身係諗住用個攝錄機可以等我個人安心啲，點知裝咗之後，我先發現拍低嘅嘢反而令人更加不安。本身安裝咗個攝錄機之後，個心都定咗啲嘅，所以成晚都瞓得好咗。第2日精神爽利咁返工，放工返到屋企感覺都平平安安。咁返到屋企，我就拎返個攝錄機嘅記錄，用快鏡望下有冇咩特別事發生啦。一路播，影住我走出門口嗰個時候都相安無事嘅，期間都係啲鄰居出出入入，睇落都冇咩特別。直到去到大概下晝嘅1點，個畫面終於出現咗一個令我意想不到嘅變化，因為個畫面突然之間黑咗。我本身播緊2倍速，一見到畫面黑咗，我就即刻 playback 放慢睇翻轉頭。我咁就發現咗喺個鏡頭變黑之前，其實有啲嘢由下而上咁樣出現咗，遮住個鏡頭。從放慢嘅畫面睇，係有隻手拎住咗類似泥膠嘅嘢擋住咗個鏡頭。我決定再較翻前少少去睇，直到最慢嘅速度，我先留意到大概喺畫面變黑之前嘅1分鐘，攝錄機影到有一個人影嘅出現。呢個影同其他經過嘅鄰居有少少唔同，佢係喺鏡頭嘅死角度出現嘅，不過只係個影子入鏡，未望到佢個樣。而呢個影喺鏡頭嘅死角外面，大概停留咗1分鐘，幾乎冇動靜。然後當呢個影喐嘅時候，透過牆上面嘅反應，我睇到呢個影由一個人形縮埋住一嚿。我本身都覺得有啲奇怪，但係諗翻轉頭即刻明白咗，出面個人係由企起身變做踎低，目的就係避開個攝影鏡頭。因為我其實唔太識得點樣去設定個鏡頭嘅，所以放嘅位置比較高，大概只可以影到人嘅上半身同埋個容貌。望到對方咁有計劃咁去封咗我個鏡頭，睇到我望住個電腦入面嘅畫面，都呼出咗一口涼氣。做啲咁嘅嘢嘅人，唔通真係住喺樓下嗰個黐線佬？如果有呢啲黐線佬鄰居，我應該點做呢？面對奇怪得嚟仲會不時監視自己嘅鄰居，我到底可以點做呢？因為有佢嘅存在，搞到我成個人都神經緊張。夜晚一聽到外面有聲，就諗緊係唔係有人喺門口想監視住我。為咗解決呢份精神壓力，我決定正面出手，落去樓下同個鄰居講清楚。
於是第二日朝早9點，我落到去樓下去4號室嘅門口，個心情有啲緊張，因為我唔知到底開門之後裏面嘅情況係點。我撳着個門鐘，入邊傳嚟腳步聲，而我就嘗試調整呼吸，冷靜咁等佢開門。開門嘅人係一個老伯伯。如果按照之前看更所講，呢個應該就係個黐線佬嘅阿伯啦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想問下你個仔係咪喺屋企啊？吓，你搵佢？佢去咗工場返工喎。工場？係啊，佢日日都去，下晝5點先返。你搵佢咩事？哦，咁冇嘢啦，唔該。印象中香港的確係有工場係俾一啲智力較低嘅人去工作嘅。我急急腳咁離開，因為發現咗有個問題。如果佢個仔日日都要返工返到5點，咁尋日就冇可能喺我屋企門口搞我個針孔攝錄機。咦，咪住，諗返起搞攝錄機呢件事，我回想起當時嘅畫面，我發現咗一樣好重要，但係我先前冇留意到嘅嘢。我發現其實就算老伯個仔唔係去咗返工，佢都冇理由可以封住我個針孔攝錄機噶。我記翻起攝錄機影到嘅畫面，當時有一個人影身手敏捷咁樣接近我個門口，然後對方故意踎低避開個攝錄機，最後伸手用啲嘢封住咗個鏡頭。問題就喺呢個畫面裏面，因為我要安裝嘅係針孔攝錄機。正常其實好難會發現到嘅，但係最奇怪嘅係，點解對方可以身手敏捷，識得避開個鏡頭，一下就揾出個攝錄機嘅位置，而且直接命中封住個位呢？就算正常人要封住個攝錄機，首先應該都要花啲時間慢慢將個針孔攝錄機嘅位置揾出嚟。點解封我鏡頭嗰個人就可以直接揾到個攝錄機嘅位置呢？我企喺原地，感覺到自己心跳不斷加速，而且隻手猛咁飆汗。我內心出現咗一個非常之大膽，而且令我心寒嘅假設。我決定返屋企去驗證呢個假設。我懷疑有人監視緊我屋企。我嘅意思係，有人喺我屋企裝咗個監視器。我之所以會咁樣諗，就係因為尋日嘅事。嚟封住我門口攝錄機嗰個人根本就冇可能一下就揾出攝錄機嘅位置，所以佢肯定係事先已經睇到我放針孔攝錄機，然後先識得踎低避開個鏡頭，同埋準確咁揾出個位置。但係到底個監視器喺邊呢？我喺屋企裏面行咗一個圈，仔細咁檢查每一埲牆同埋個櫃，但係睇落都冇乜發現。不過我諗翻轉頭，針孔攝錄機嘅 size 好細嘅啫。如果對方有意收埋，肉眼其實未必睇到。於是我決定上網揾 Google 大神，睇下有咩方法可以揾到個針孔攝錄機。啊！結果又俾我真係揾到。上網話可以喺屋企熄晒燈，然後試下用個手電筒照下屋企唔同嘅角落。如果有啲奇怪嘅反光嘅話，好有可能就係因為有人收埋咗個針孔攝錄機。睇完呢個方法之後，我就決定落街買翻支電筒上嚟啦。冇錯，因為啱啱搬入嚟，好多日常用品都冇嘅。然後手機嘅電筒其實又唔係好夠力，所以唯有落街買啦。好彩去買電筒嘅路程唔遠，我15分鐘內買完，好快就回程啦。點知一返到去大廈，發現大堂企咗唔少人，我覺得好奇怪啦。諗住繼續向前行返上樓嘅時候，保安員就截住咗我啦。睇嚟係有啲意外嘅事情發生咗。我想返屋企啫。唔得住啊！頭先警鐘響，我哋呢度好少會有警鐘誤鳴㗎，所以啲消防員嚟晒檢查。你企喺度等多陣先啦。我都冇嘢可以做，咁就唯有原地喺度等啦。等咗冇耐，就有一隊消防員落咗嚟啦。哦，冇事喎，只係15樓有人唔小心，或者係惡作劇整響咗個消防鐘啫。消防員講完之後就走咗啦。不過我聽到佢呢句說話之後，我深呼吸住一口氣。
因為15樓即係我樓下嗰層。我不禁再次聯想，當我發現到一個揾針孔攝錄機嘅方法嘅時候，咁啱會有警鐘響，而且導致到呢件事嘅居然係15樓。唔知點解我心入邊有種直覺，我要趁住而家快啲跑上15樓，可能我會有啲發現。於是我咩都唔理，連 lift 都唔等，直接跑咗上樓梯。上咗15樓，我已經喘晒氣。但就係呢個時候，我望到個升降機由16樓慢慢落返嚟15樓，咁即係話有人從我住嗰層落嚟。我匿埋咗喺一角，望住即將打開個升降機門，好緊張咁想知道到底出嚟嘅係咩人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首先利申，以下落嚟嘅係我喺網上睇小說非常有限嘅個人經驗，每個人嘅經驗都可能唔同，冇話邊個啱邊個錯。喺海外賣中文書籍嘅地方有限，繁體中文書籍嘅書店更加係寥寥可數。除非你住喺香港或者台灣人密集嘅城市，否則係冇可能喺市面上面直接買到一本繁體中文書。相比實體書，除咗電子書，網上小說亦係一個只要有 WiFi 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接觸到嘅媒體，而且網上小說好多都係免費，唔係有特別喜好嘅讀者可以每一個故事睇少少，先至再決定要唔要睇晒。當然每件事有利就有弊，好多網站每隔1-2個 chapter 就會彈一啲廣告出嚟，真係幾煩。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喺網上發表自己嘅作品，質素係理所當然咁參差。再者，可能因為網上讀者以年輕人居多，大部分受歡迎嘅作品都係穿越或者異世界打怪升級嘅題材。簡單嚟講，小說形式近似漫畫，內容偏向天馬行空。喜歡現實向作品嘅讀者喺網上嘅選擇會相對比較少。另一個常見嘅問題同漫畫一樣，就係有一啲受歡迎嘅作品可能會連載翻3、5、7年。好似我呢一個有 commitment issue 嘅人，就淨係揀已經完結咗嘅作品嚟睇，減低沉沒成本。睇網上小說好似釣魚，可能嘥咗大半日都睇唔到心頭好，但係有時無心插柳柳成蔭，就好似我睇到我搬咗去新屋時候嘅心情一樣。如果你唔係一個追求功能性嘅讀者，得閒嘅時候不妨上去你心儀嘅網站逛一圈，俾一啲你中意嘅作品一個 like， 或者留低1、2句評語。因為對於一樣喺網上寫作嘅我而言，最驚唔係你批評我寫得差，而係唔知道網上面嗰啲 view 數到底真係有人睇，定係個網站可憐我，用 algorithm 係咁意分翻啲俾我。